修车记录，还有人生的体验啊，让他读念这个文字，已经有先开启大声朗读的程式，先全显复制哦。在检修了，因为车子发动或倒车或踩加油器有机械摩擦声，是因为皮带干涩，老板有喷滋润剂，然后很热心要去买零件，后来花了大约1小时终于找到零件装好了，费用只收了700元，比原厂公司的检修费800元还便宜，但是另外发现与轮子方向盘有关的方向机漏油。老板说如果不修可能轮子会被锁死无法转方向，是很危险的。真是中古车难免问题多，已换过轮胎、合上头、引擎内的滤芯，今天换的叫做发电机托架，是铁片有镂空可锁螺丝的。前一辆车还换过刹车油瓶子，因为漏光了刹车油会无法刹车，真是吓人。后来因为空气滤清器、圆盘形的，迟迟等不到零件，而由我儿子上网搜寻找资料比价，然后花5万元左右购得第2辆车，外形真美，上蜡装饰做得很好，可说是赏心悦目。做生意的真是把握了重点，赢得消费者的心。老板说大约要花2天时间修理，原则上约在周5、周6，费用是7000元。他说在别处无法修好，是因为我与店家老板师傅没有交情，他们不愿意多费心帮客户找零件，这真是做生意成功之道。另有一位卖车成功的也是学中华传统文化孔孟圣道的，面带笑容，言谈温文儒雅，热心替有缘店家拍照上传脸书一起曝光行销，获得好印象。家评，对买车者会赠送礼品，真是高手。他做到销售科科长，做过国小学生家长会会长，还很谦卑，早上能下心弯下腰打扫住家附近的道路，获得村民称赞。此外老板还说车子要有开动才好，人要有活动筋骨才健康，照顾好自己，免得年老受不了子女媳妇不堪，常常花时间照顾辛劳而抱怨时内心难过。但是有学孔孟圣道中华传统文化的就不会频发怨言，孝顺就是在父母需要我照顾帮忙的时期能勇于承担，真是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的菩萨道的实践。我一直没在外工作，一方面可能是因果上前世欠修福报，就是少帮助贫苦者、需要帮助者，所以感召今生福报不足。但是我看农民历算出有4两9的命，有得天命名师开智慧，找到灵性真我，期望将来能超脱生死轮回。说真的，这事本来是很不容易，但是遇到大道降世，我们先天灵性的母亲要救黄胎佛子，垂下一条金线，只要得名师开智慧，就会得了回天3件宝贝，包含开窍门、真言、手印，得名师指点后诚心抱守，实心修炼，没有反倒败德。通常年老寿终之后，下不腐臭，冬不挺尸，从冰柜搬出来后遗体还是软软的，可以容易移动的。有人主张要超过7天才能放入冰柜，否则亡者好像下冰山地狱。附带说一下，有得天命名师开智慧的，姓名会被写在龙天表文纸上，在佛桌香炉火化后会被3官大帝、尧帝、舜帝、禹帝带到天界办理天堂挂号的手续，然后到地府办理抽丁除名的手续。所以年老寿终不必像一般人被七爷八爷黑白无常带走，有修行不犯10恶，就是不犯杀、盗、淫、绮语、妄语、恶口、两舌、贪嗔痴，这样的话是被七爷八爷请走的，否则最大之魂是会被用铁链绑走的，然后会带到城隍庙的城隍爷那里办出境手续的。从以上2种手续发现升降天渊之别，相信美智女能选择早遇天命名师开智慧，得到另一种好归宿，不虚此生。我们夫妇都是受过名师开智慧的，人的一生会遇到不同的对象，如果有修行，生命层次会提升，所以在国小同学
大学同学及道场修行者三者之中就选了同修了，也许冥冥之中有上天最好的安排。车子终于在6点左右修好了，感谢一切帮助我的寒天地人三界的